针对黄牛的原伤哦，有立委提案要来修正社会化相关条文修正草案，要来加强处理，搁增加还未完成交易买当处罚。也毋过内政部是表示讲，申请罚款是无法度来处罚还未发生的行为，所以无建议修正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23摆审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，真侪立委关心黄牛乱象已经严重影响教育秩序甲消费者权益。提案将被阶段黄牛特州处理范围增加，意图转授营利者伫未遂阶段严格开发。明确的将意图转售图利纳入处罚的范围，不论是不是有成交，只要有黄牛的意图，就应该要依法来开罚。再者，适用范围必须要扩大，各式休闲及商品票券全部都纳入我们这次来修法的规范，而这个罚款由原来的新台币18000元以下，提高到38000元以下的罚款。内政部是表示，购买而且想要转卖票券的行为可能属于未遂，行政罚款无规定处罚未遂行为。为防止黄牛票行为，行政院跨部会会议已经组成决议，汇到各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处理。文化部要安怎来转化，佮继续来加强嘞。文化部也是教育部吼，因有定专化了后，阮徛咧竞争顶悬是甲伊协助吼。但是你即摆若所有的部门拢全部佮灌登来社会秩序维护法吼，有当下也变成好像往后退。网友已经有专法在做适用，如果说有一些过乱不足，是应该从专法这边来做修订。我们修不是意思，没办法去，不是修是修文创法来修。来修这个来规范这个黄牛。内政部进一步表示，黄牛行为应该回归各票券主管机关依法管理甲查处，无建议修正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